係大家好，唔好意思啊，啱啱都為咗公司嘅可持續發展努力緊，所以遲咗啲。今日首先好多謝大家嘅參與。尊敬嘅鄭錦中博士、黃家和會長、各位嘉賓、各位業界同仁朋友，大家好。首先歡迎大家嚟臨我哋餐飲業嘅碳中和計劃嘉許禮暨研討會，一同見證啦，慶祝我哋喺行業當中可持續發展路上嘅重要里程碑。今日咧見到有嚟自餐飲啦、零售啦、酒店啦、設備供應等等各界咧都聚首一堂，正正反映出咧我哋嘅業界對綠色轉型嘅重視同埋決心。面對氣候變化，大家都見啦，呢兩日新聞都有講啦，歐洲嘅熱浪又嚟啦，係咪？咁我哋成日都講，我哋餐飲業咧唔單止係一個參與者，我哋更希望咧係一個推進者。喺2年之前，我哋餐飲業已經下定決心，積極籌備同埋推動呢一個碳中和嘅計劃。因為我哋見到我哋業界好多喺度營運緊嘅，因為面對住好多唔同嘅問題，但係對碳中和呢個問題咧唔係好了解。我哋好希望，就算我哋喺一個困難嘅營運當中，可能做環保、做可持續發展、做碳中和，有啲人話成本好重，但係都好希望業界不論大同小咧，都知道係乜嘢。我哋餐飲聯亦都好希望喺業界度做到呢一個角色，推動俾大家知道。我哋營造咗行業嘅力量啦，希望都係為香港嚟緊嘅碳中和。究竟2050年我哋做餐飲嘅，知唔知道究竟要完成啲乜嘢？點為止碳中和呢？我哋好希望業界去了解。我哋相信啦，無論我哋大家大集團又好，乜嘢規模都好，我哋最重要係點呢？要了解咗，跟住大家一齊積極攜手踏出嚟嘅第一步，為我哋香港嘅低碳未來咧作出更貢獻咧，非常之重要。當然啦，呢個計劃嘅順利推展咧，好重要係要多謝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嘅支持，同埋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所有嘅合作機構同埋業界同工嘅努力參與，更加要在座每一位嘅企業夥伴願意一同嘗試、一同學習，同埋願意分享經驗同成果，帶動我哋整個行業點樣去推動碳中和同埋可持續發展。今日嘅嘉許禮咧，除咗承認我哋嘅努力同成就之外咧，更加重要嘅希望都係我啱啱所講，我哋能夠互相啟發、交流、凝聚翻我哋業界嘅力量。喺嚟緊等陣嘅研討會同埋經驗分享裏面咧，希望大家都可以踴躍發表意見，分享我哋寶貴嘅經驗，一同推進我哋業界邁向更綠色嘅未來。最後啦，我哋以熱烈嘅掌聲咧，感謝我哋當中呢1年裏面呢個項目裏面嘅所有參與者，亦都希望咧大家可以能夠攜手前行，共創更專業、更可持續嘅香港餐飲業。好多謝大家。